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江湖明面上的5平强者之外，其实暗中也隐藏了不少强者，像是北凉王府、黎阳皇宫这些江湖禁地，都是有着绝世高手坐镇的。黎阳王朝最大的底牌，不是那明面上的寒雕寺、柳松师之流，而是那隐藏最深的雪中最强的10人之一，与国同龄的年轻宦官。在雪中的历史当中，800年前是第一个节点，当时的秦皇统一中原，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大秦王朝。秦皇死后，大秦王朝3世而亡，随后便是那400年前的大凤王朝了。当初的大凤差一点就统一天下，只可惜被北莽蛮子给踏破了京城。再后100年前的战国时期，春秋战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国都和势力，100年来纷争不断，直到黎阳王朝崛起，灭掉了其余8国，才再次实现中原大一统。早在黎阳建国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年轻宦官进入了泰安城，此后再也没有出来过。这位宦官成为了黎阳最强的底牌。雪中当中长生的人不少，像独断儒家气运的张扶摇900多年，服用了长生丹的洛阳也寻觅了秦皇800年，魔教教主刘松涛画地为牢40年后再出来，也活了将近200多年。而这位年轻宦官同样是如此，他也活了200多年。虽然比不上张扶摇和洛阳等人，但如果他说上一句我与国同龄，这逼格呀一下子就上去了。黎阳从建国开始到如今的统一中原，国祚200余年，所以这个宦官也是活了200余年。在早期的历史当中，宦官并非都是太监，但是书中这位很早就提过自己是一个阉人，所以必然是个太监。而作为一个阴气很重的人，只有至阳至刚的龙气才能让他阴阳互补，所以这位年轻宦官能够长生，靠的就是吸收黎阳的龙气，温养气血精元，在人间达成长生。那么这位宦官的实力又有多强呢？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黎阳王朝与国同龄的年轻宦官，作为雪中最强的10人之一，他的实力又有多恐怖呢？在泰安城的皇坐镇了200年，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无数的刺客进入皇宫刺杀皇帝，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。每一任的黎阳皇帝都知晓皇宫当中他的存在，只要他活着，泰安城就无人能攻破。作为黎阳王朝的顶级谋士，袁本熙在新皇帝赵传继位后被卸磨杀驴，之所以不敢反扑，就是因为知晓他的存在。如道转霸道的曹彰钦在当时已经是天下最强的几人之一，只不过他在落子泰安城的时候，之所以没有进入泰安城一步，没能击杀皇帝赵传，也是因为在当年天下第2的王仙芝退回东海武帝城的那一偶之地，同样是因为他。这就是年轻宦官的实力带来的威慑。在泰安城的他，靠着龙气和赵家的气运就是无敌的，是人间巅峰比肩吕祖的天人大长生级别的存在。越强大的人越能感知到他的威胁。吕祖转世的洪喜相，秦皇影子转世的呼延大官，这2人都察觉到了他的存在，告诫了徐凤年要小心。此人就是黎阳王朝最后的底牌。200多年来见惯浮沉而愚年轻宦官，对于世间的各种事情都不在意，有了些佛教那种看破红尘的心态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却出手去对付了徐凤年，因为他和徐凤年之间存在着一个死结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作为雪中最强10人的年轻宦官，原本对世间的各种事儿都不在意，为何却和徐凤年结仇？甚至为了对付徐凤年，不惜冒着身死的危险离开泰安城前往北凉呢？因为活的岁数太久了，年轻宦官对于各种事儿都不在意，他也确实没有什么牵挂。他也不像轩辕敬城困于一山，曹长卿困于一女子，他也看遍黎阳200年的更替，世间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，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所以他喜欢像谭探翁这样的人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不喜欢张居禄、徐骁还有曹长卿这样做人做事太过于尖锐，有着自己傲气的人。与其说不喜欢，不如说是羡慕，因为风雨如晦，既见君子。越是在社会黑暗、前途艰难的时候，人们越是4年敬重品德高尚的君子，因为他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他对于这样有自己追求的人看不顺眼。不过即使是没有任何追求和在意的东西，他还是要一直活下去，因此他也要保证黎阳王朝的延续。谁做皇帝他不在乎，只要这个皇帝姓赵就可以了。而徐凤年不行，他徐不姓赵，他和徐凤年的死结。所以在两莽大战前夕，年轻宦官来到了北凉和徐凤年对峙，要的就是一个徐凤年不反，北凉不反的承诺。两莽大战如果北凉败了还好，徐凤年死了也省得他动手了，但如果北凉胜了，他就要担心北凉是否会反了。所以不管怎样，他都希望死。不过最后大战结束，徐凤年解散了北凉铁骑，选择了归隐江湖，没有了造反的资本，不再是年轻宦官的威胁。所以后来徐凤年进了皇宫，揍了赵柱一顿，年轻宦官没有出手阻拦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